即间吼是叫大天医，伊毋是叫庙。哦，所以讲你纽约吼，你甲坐一下看卖，无一间的庙啊吼叫做真正的庙啦。哦啊，咱上大间的即间大天医吼，啊我邀请咱在天院的陈副总干事吼来甲大家讲伊的由来。他是亲自吼到大陆去考察整个来龙去脉的一些历史故事，啊大家听听看。哦，啊咱先开始，再来后面看。来，咱欢迎陈副总干事。我去上，我是咱即摆纽约一科感冒科来，即个咱的特别咱一科的附中来啊。是咱纽约山和大家做参考吼。即个纽约由来个咱这老辈当中拢知啦，叫查某囝大拢知。这查某囝由来呢，应该是讲为即个军队所带出来。这军队带出来，应该大家拢知，拢是为即个郑成功，郑成功。安尼讲有应该把这空间都介大。这郑成功由来，郑成功其中内底的部将是这个单英华将军，这应该拢叫陈永华将军。咱这个所在拢是个保洁甲迄个保洁。单英华保洁伊这个将军呢是对啦，以下是咱这同安县，同安县就是讲咱迄个因大陆咧讲叫东湾。咱若讲，咱原地有一个叫做历史图像咱的文史馆长，是咱这个咱纽约公所配有的一个客馆，单利用是咧目前是讲这个大天医的这个文史图像。我有咧向你探讨这个过程，讲咱这是闽南语咧讲拢讲较袂顺。咱即摆这年轻的时代较少咧讲这个闽南啦。所以这南安东安这叫做东湾，东湾呢就是咱单英华将军所在的所在，南湾呢就是南安是咱郑成功所在的所在。不管咱讲台湾有这个庙，这个神，应该讲嘛是拢为郑成功这个过程，因为较早较少咧拜拜，拢是这个。人讲满人是无啦，但是较山地啦，较济啦。就讲吴凤迄个时代拢是咧过程中间就拜拜，有诶无是靠天地什么类咱这个神啦、水啦、风啦，拢是咧讲遮啦。即摆咱开始有咧热情诶中间是咱郑成功将军带出来。咱查某爷咧，而且做查某爷其实咧是安尼真济啦。就是讲，伊有阮这做这个爷，做这个爷拢是部队。部队来驻营是这个所在，来经营这个部队的过程。咱这个大天医的由来，应该在咱这老辈一直比我较清楚。我嘛是由咱这老辈，阮这老祖，这个咱这中大新先生，担任是咱教科科技科内底的老祖。甲咱这总干事张军先生，这是我真敬重的老辈。我会甲因请教这由来的历史。大概咧甲我讲是讲，咱这红河领会附校迄个所在有一个叫三角窟啦，大家拢知影，拢是迄个三角窟啦，知影到遐，就讲伊有一个顶，有一个迄个叫做路足大个，甲咱下有一个迄个圣基牌，但是这个大路呢，所以因为这个历史的演变，嘛为落去，再佫有一个圣基牌，所以大体是所留落来历史是遮。拖过来，单英华将军来主守伊这个，因为是这个领会啦，甲这个红河这个附近。但这个过程中间呢，一直我谈这讲，咱这个纽约有一个叫刘校长，我跟他们在探讨讲，安怎讲，咱嘛袂当接来搁添外关系来做伙。我再讲，伊根据这个过程中间，咱搁来甲了解，是讲，咱应该咱这先还是咱这老师有了解这较历史的。咱为周朝甲三国这个过程中间去甲了解，伊甲燕子这个公子健这个过程中间来，
是这个经营呢，伊为什么做就是说油？但这个油我发现咱的总干事吼，咧探讨讲，如果咱大家用这个油王功，那这油王功是3点水啊，就唔对啊，咱是稍微油，油富食富，油官食官的吼。这看起是讲，如果若是这个油，咱就爱看的就2000几年的代志咧。但是若是讲到咱东条嘛，咱3条秘书尔，东条东太宗李世民的贵宾中间，甲唐玄宗，伊本身就讲人是迄个张少爷，张天师，伊将这360个，甲伊刀锋杀掉，哇！这是清进度啊！哇！这贵宾中间拢是事，但是咱油王宫是安较大。你对对讲，为什么有分这新界有这3个王爷？咱每一个王爷也是迄个大天母，咱这个大天母，因大天母拢是3个秘书为王爷，这个经营啊，唔得就是讲，咱个王爷如果比较大，比较大，我哋很多人就咧探讨，咱比较大，你这王爷级数是到底安怎由来？哇，这主要是最近的2000几年周调。这子说这公主是太子的当然，你王爷变太子嘛，是爱跪拜吧？是你历史的准备来讲，就爱有别安尼。这个王爷太子年啊，历史背景呢，伊是甲属于说油。这如果这油是3点油，如果无到位油，咱嘛唔敢甲定，因为这有牵涉到咱经历在老岁咧拜这个咱这个神的文化讲，如果咱大家定义是这个王爷，不管你历史是对唔对，还是肯定，但是你甲定位，我想咱老岁嘛，咱安尼也佫无理想，无咱就无伊自然，伊唔知讲，伊有分到各王爷来轮流是咱这个大天年咧定手，所以咱3年考着，比如讲今年文龙。中王这个过程中间，伊就是任派，咱油王工作来任派3位王爷，每一科照都有3位王爷，来个讲究，来个讲究，这个科照内底，会顺序，敢会顺序，希望3位王爷来保佑咱这个地方，互伊安尼顺利，所以每一科照都有3个王爷，来轮流顺利来顺利，来保佑咱地方上。平安和丰收，这个过程是安尼来。但是讲历史再怎么写，再怎么样说，你也要把它追根源来。源来这个咱就是来讲，是要去中国大陆。你讲你还袂是这个咱地心讲来的过程中间，伊咱这所在是只有讲，咱咧拜一尊神，妈祖，妈祖嘛是为福建咱湄洲，咱为这个湄洲岛，咱这个做了这24月来进行，但是我拢有本身到伊的大的所在，伊大的就是我本身嘛去到咱地心宫，叫做伊住在南安，我搁伊的古迹，因个官员哪有带我去到伊大迄个所在，拢几百年，的迄个镜头，我拢会去看。这经营甲咱单兴华将军是做同安。这拢是一个历史过程。咱这个人因甲咱带这个过程来到这个所在来安宁，绝对是咱有名。咱单兴华将军较来住在咱这个有名这个户校这边遮，较来延伸这将军这一块。单兴华将军可能咱来形容是讲，伊可能是大将军，应该不是，他只是一个参军。他是一个文官，就像诸葛孔明这么厉害，他能够运筹帷幄。把一个部队里面如何调兵遣将，他是一个文官，而且是一个对振兴的过程中，他是一个很得力的一个参战。所以这历史的过程各位了解，因为咱在老岁最少他了解，但是我是上在老岁的经验错落，但是我他们探讨讲这由来讲，因都拢唔捌过，所以嘛无去探讨地心讲的由来，甲单兴华将军的由来。我就是讲较好奇，我就本身我就去到咱的南湾，去咱的东湾，去咱的马祖，咱大天年遐嘛有在马祖，伊是计算着这个因缘而来。我就既然遮有，我就拢来好奇去甲去了解。
家己这官员探讨这个台北市的由来，拢总是为这个地形讲来主要是这个讲咱这个台南安平，这个过程，登陆，登陆了，他开始分辨是这个咱台南县市这个所在所种，咱台南的由来如果是安平就是这个所在，个人这个时代就有咧拜做一尊神，咱无了解，但是为做迄个做来啊。咱在这顶头就是讲，伊有时平常时就是无正道，煞用这个来甲手段啊，来甲有诶无吼，咱会当是根本的中间方便。是接的时阵，咱伊就过会当来甲伊，咱有心灵中的寄托，伊就过会当来拜拜。所以伫这个过程中间吼，让各位参考讲，大天伊到底是安怎这个过程伊个所在，咱再老辈甲各位说明的，我甲各位探讨的，是这个过程以来，毋知各位如果若是无了解，也是有咧提出探讨，拢会使来互相沟通者，敢有咩问即敢有无了解？代天呢，是可以，我们可以老师可以安排一下，那我们可以到代天那看什么时间，可以去参观这门课。现在可能老师要安排一个时间，最近会比较忙，今天最近在整修内部，到一个正把整个内部都整修好了，我想各位去在手中的时候会。